이제 법원과 공개되는 때도와 니코가 되는 맛이 공수되다. 되니 그래서는 나를 라면도高阶的 라진 高阶的 라면 명하기 쉬네. 高阶的 깔래 변인되는 데 쉬니까 뒤에다结果라고. 이게 되는 준제의 라진 인송을 돼. 먼저 예와 공연. 好，这个呢，帕蓬嘎大师把这个知母的科判在这边用广说，把这个更详细的这边来这个描述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是什么样的缘故呢？就是他上师面前苦修的成果，才要在这边把这个做一个结束。苦修，而且是可以说努力，尊重相不起来。就是用了很大的精进所产生的结果。从这一章也看到清不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苦修经济的成果，所以呢，对于修起这个来，这个人修起这个的人来讲的话，就有很大的帮助。这一章就是他两个的。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个这个书圣的教授。这是他两面对两个谁的给全部吧？所以呢，在上师前受这个教授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觉得我们叫我们忙就是了，今天跑到公司变多啊，跑到公司。但今天现在我们叫成立的呢，我们没叫他们忙就是了，上了东沙村跑到公司的。好，所以呢，这个把这个今生或者过去世都观想为，观好了自己的母亲之后，把这个母亲的观想这个方法转向为这个观修这个父亲。好，再来父亲观修完了之后，再把这个转向其余其他的一些亲友，以及中庸人士。一旦身心很好的感受之后呢，再把这些观想方法转向为仇敌来做修持。最后呢，把这样的观想方法转向于一切有情众生来去修持。那这个刚才前面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观想的话，这辈子这一生的自己母亲自己认的嘛，这个母亲是可以观想说，这个母亲是不但是这辈子只有我的母亲而已，她都当过上辈子无数的当过母亲要观想稍微可以自己体会到比较好的时候，那可以这个转换到父亲。我的父亲也同样，不但是这辈子当过父亲一次而已，上辈子无数的父亲我当过。那同样这个可以转换成那个叫爸妈，中庸人士中庸人士，然后就是自己的敌人最重要就是自己敌人这个敌人呢，我的父母好几次，以前呢，他生前他们是人样嘛，他肯定我的死。所以呢，这样才能够可以说对于一切有情众生的看待才会平等相等恩。我的确呢，以前呢，他生前他们他满意了，他心里好过。这样一来才会知道一切有情众生是自己的母亲。哎呀，他就这样的。好，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